歡迎嚟到我 YouTube channel 啊！咁今日咧帶大家嚟睇一個同平時咧有少少唔同嘅項目，咁一個咧商鋪嘅單位啊！咁好多時我哋睇咧係睇住宅嘅所有單位啦，所以咧今日會有少少唔同，包括咧我會分析下呢一個商鋪嘅優勢啦、地點嘅好處啦，同埋咧佢呢個租金嘅回報嘅。咁你如果有興趣喺下面咧，你可以去唔同嘅時間線睇你有興趣嘅部分。如果你有興趣想了解更加多呢啲嘅商業項目咧，歡迎咧去右上角嘅 QR Code 聯絡我，咁樣咧我就會可以幫你更加揾到合適嘅項目俾你啦。咁事不宜遲，我哋咧入去睇下先。你嘅意見好重要，咁喺留言區咧分享你最中意呢個物業嘅特點，咁就有機會贏得咖啡券噶啦。我哋由位置開始先，今日 Highway 咧附近有3個啦，有404、Highway 7同407。咁佢嘅西邊咧就有我哋好熟悉嘅 J Town，同埋咧東邊咧亦都有 P Mall 太古商場。而呢個 Mall 嘅位置咧就係喺我哋平時去開飲茶嘅新世紀皇宮嗰度啦。咁我相信大家觀眾咧都好熟悉呢個位置嘅。咁啊，裏面嘅商戶咧都好多元化嘅，除咗我哋熟悉嘅茶樓之外咧，仲有素食餐廳啦、美髮店啦、花店啦、SPA 啦、旅行社啦、醫生嘅診所啦、百貨公司等等啦，同埋咧佢又有賣參茸海味啊，同埋嗰啲嘅美容健康服務嘅都有嘅。佢仲有個 bonus 嘅位咧，就係對面仲有更加多唔同嘅餐廳、奶茶鋪等，所以佢嘅年齡層咧都係非常之廣嘅。同埋因為呢個商場咧有個茶樓喺度啦，所以佢人流咧都好旺嘅，所以曝光率咧都係唔錯。我哋第一個睇咧就係123呢一個單位啦，佢呢個咧係成個商場裏面咧而家最平嘅鋪，佢近商場嘅主入口之餘咧，佢同埋係一個好罕有嘅轉角單位啦，所以位置咧非常之實用嘅。咁個總面積咧大概306尺，另外咧個賣家之前咧佢係買咗而家外邊見到黃色貼紙嘅一個公共空間啦，所以咧你係可以放產品喺嗰度展示嘅。再加埋咧佢係冇柱冇玻璃圍住啦，空間咧可以好靈活咁運用。咁佢內部嘅設備方面咧，佢已經裝咗洗手盤啦，再加埋咧個賣家之前投資咗6000蚊做水喉啦、天花、地板啦、射燈啦等等咁咧，所以咧係即買即用嘅，冇需要額外嘅裝修。再加埋佢嘅單位咧係特別近咧我哋嘅世紀皇宮嘅茶樓嘅，咁所以咧每日有大量嘅行人經過啦，適合各種嘅業務。咁難得有商業嘅樓盤介紹咧，就趁呢個機會，等我同大家咧一齊去探討一下商業投資有啲咩要注意嘅地方，咁仲有點樣去保守咁計出你嘅回報率呢？等大家清楚咗風險咧嘅時候咧，可以做出一個更加穩健嘅決定啊！咁以呢個單位為例啦，佢總價咧係109000蚊，咁啊而每個月嘅租金收入咧就大概1000蚊咁樣去計算嘅，咁所以咧計出嚟嘅回報率咧就大概11%。我哋今日睇呢個嘅單位咧係用 net lease 嚟計算，即係話咧租客已經幫你支付咗地稅啦、保險、維修等等嘅費用噶啦。聽落去係冇吸引咧，淨係齋收租。不過咧，當你投資嘅時候咧，都要考慮埋其他嘅成本㗎喎。譬如你嘅貸款利息啦，可能你落30% 首期嘅，咁你其他嘅貸款利息咧，就會令到你每年嘅回報率咧下降。咁另一樣嘢咧就係你嘅空置嘅風險啦 ，vacancy。咁啊，如果你嘅租客搬走咗，可能你要1到2個月甚至更長嘅時間咧，先揾到新嘅租客。咁呢段時間咧，你冇收入，同埋咧你都會咧要俾翻相應嘅頭先嘅地稅啦、管理費啊等等嘅支出嘅，所以選擇穩定嘅長租約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啊，另一樣嘢啦，就係你出租嘅成本啦。當你單位出租嘅時候咧，你就要支付翻相應嘅經紀費用啦、裝修補貼啦等等嘅支出，亦都可能會影響你嘅回報嘅。最後一個要考慮嘅方向呢，就係你嘅稅務影響啦。雖然你嘅租金收入咧會被徵稅啦，但係你亦都可以通過折舊去等等，即係 depreciation 去減少你要交嘅稅項。當然啦，呢個你要同翻你嘅 accountant 去傾。咁所以呢，投資嘅時候，除咗睇表面嘅回報率之外呢，仲要考慮埋我以上講過嘅費用啦、支出等等。咁所以實際嘅回報率呢，係會有所唔同嘅。咁如果你想了解更加多投資商鋪物業嘅話呢，訂閱我個 channel 或者你可以經過上面嘅 QR code 同我聯絡都得嘅。喺嚟緊呢，會有更加多唔同嘅樓宇嘅資訊呢，同大家分享。下次再見，拜拜。